来看住伫中国的台湾人李东宪，以个人的身份参加南韩的一个跆拳道比赛，摕到铜牌。也毋过，伊却摕中国5星旗上台领奖，引起争议。伊接受中国媒体访问的时，佮讲台湾是鬼岛独裁的所在，无言论自由。但是跆拳道委员会主委就批评讲，李东宪完全是为着个人伫中国发展利益，所以伊甘愿做中国统战的工具。 身躯顶穿 TPE 的服装，徛起伫颁奖台所举中国的国旗。9年来住伫中国的台湾人李东宪，最近参加韩国举办的亚太壮年运动会跆拳道比赛，摕到铜牌了后，伊的行为引发争议。在我们跆拳道界引起很大的一个大家反弹也好，那争议也很大。那我们也觉得，你为了不管为了你的个人什么利益，那用这样的手段已经违背了那我认为这个是，也同时让全世界看到出来，台湾其实就是一个独裁的地方，它不允许有异己的声音。 为台南大的李东宪已经加入共产党，举中国的国旗，互人批评了后，接受中国媒体访问，讲家己互人打压，互人抹黑作为。伊讲台湾是鬼岛独裁的所在，无言论自由。台南跆拳道委员会质疑，伊应该是有另外的企图。这波人来当然接受这款的说法哈，这很明显啊，他这样的说法就是其实是已经甘愿为统战的一个工具，来获取他在那边的一个利益。主委表示，李东宪早就已经离开台南到中国发展，过去也捌选过国手，不过实力无够，从来无代表台南甲台湾参赛。若实在伊的教练是批评伊无武德，袂晓遵守中道，只是想要出名。不过为着家己的利益，配合中国统战，讲家己国家的歹话，真正是非常不可取。记者文正雄台南报道。来看。